阮美丽，受我放空的了做把你。虽然英勇代代飞出，可惜拢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参与咱的行政学的总复习。这个的第一单元，咱要来先讲的是行政学的概论。概论就是讲小可甲行政学是啥物物件，行政是要学啥，小可甲讲一下。这个单元其实伫考试内面的是真无重要的一个单元，因为太基础了，根本就未讲到行政学的内容的部分所以呢，若是伫申论题的部分呢，可能应该是袂考啦。若是会考，等下甲大家讲，过去也是有淡薄题目伊咧考啥物物件，等下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伫即个选择题内面呢，主要伫第一题也是第二题的部分，伊若是要出伊就伫头前的所在就先出了。每一年无就无有就一题安尼好。毋管伊要出无，咱即个单元呢，爱讲起来。只有两个物件，你爱去掌握就好第一个就是要安怎来去界定咱的行政学。咱讲行政是政府的基础，行政是政府要安怎来去做管理，来去办代志，这叫做行政，公共行政。所以咧，无共款的学者来对这个行政做一个界定。过去虽然题目无讲介多，但是考上多是罗森布朗，你若是会记哩，叫做罗森布朗，伊用3个管道来去讨论啥物叫做行政。啥物叫做行政学？所以咧，第一个叫做法律第二个叫做管理，第三个叫做政治。法律的部分主要是咧讲咱的行政爱依法行政来去执行法律。管理的部分主要是讲用科学、理性、专业的方法来去和政府的管理有效率重视咱的顾客的想法。第三个政治的角度来去讨论行政，就是咧强调权力。power 这件代志，所以咧，政府咧使用公的权力的时阵，爱去注重民主、公共性甲回应性，这是罗森布朗的观点。过来，这个 Russell 佫提出一个观点，叫做职业讲这个行政嘛是一个工课嘛，就亲像大学内面咧教册一寡教授，伊就是甲这个行政学当作是一个工课。过来咧，国内学者、台湾的学者。其实嘛，毋是台湾，因为迄寡学者有一寡较老的是为中国遐来的啦。毋管安怎，就是咱本地的学者，伊佫提出两个角度来去讨论行政学。第一个就是公共政策这是咱第7单元咧讨论的；佫有一个就是公共性，也是公共利益。所以这嘛是咧看行政学的一个真重要的观点。好，所以咱讲这个行政学的概论第一单元重要性真高。第一个你爱掌握的部分，基本上就是罗森布朗伊用3个角度来去讨论行政，是倒3个角度咧，这是你爱去掌握的真简单。第二个就是咱要来讨论的公共性，也是公共利益、公共价值这拢是咧讲差不多的物件。所以咧，你爱去掌握无？因为咱自1970年代 NPA 了后行政学的重点伊的心中。就是伫这个公共性甲公共利益顶悬，你若是甲公共性提掉，安尼行政学就崩盘。所以行政上重要核心就是公共性，还是公共利益，还是公共的福祉，还是公共的价值，拢是共款的物件啦。后来所以你爱去掌握到啥物叫做公共利益这个过去咱会知影讲这个奖伊对这个公共性有伊的定义，包括着公民的权利、民意。公共利益民主的定序、开放性、专业的知识、道德、甲伦理的标准、甲非预期的结果这是奖所提出来。个骨秀伊嘛讲这个政治回应政治的共识性艺庭的法格合法道德性，佮有这个影响的关注性等等的，这是骨秀伊所讲的。佮有这个 Frederickson 这个 Frederickson 呢，伊所讲的公共性的定义是，过去虽然题目无多，但是若是要考这个公共性伫选择题内面呢 ，Frederickson 的物件是考上多的，包括着伊是用无共款的对象来去定义啥物叫做公共性，包括着多元主义公共选择理论、立法这个理论，佮有服务提供的理论，甲公民意识的理论
无共款的角度来去讨论公共性到底是啥个公共像讲多元主义的角度，伊咧讨论的对象就是利益团体嘛。公共选择的角度就是理性的行为者，立法的角度就是民意代表，服务提供的角度就是顾客，公民意识角度就是公民所以这 Fredrickson 呢讲起来是真简单，但是过去题目虽然无做，但是来买出公共性这个物件考上多。骨小伊嘛有讲到讲这个公共利益也是公共性有啥物款的功能，这个部分你小可去看一下就好。这拢是传统的考点。你若是要看讲现主时咱行政学界对于这个公共性的界定是用啥物款的角度咧？我甲大家分享一个用较新的物件，你会使去找这个联合国，伊有一个应许的发展的目标叫做 SDGs， 有17大项的目标，你会使用这17大项的目标当作是咱现代21世纪了后，咱尤其是2015年了后，尤其是疫情以后，咱现在啦，简单讲就是咱现在对这个公共利益的定义，会使为咱拄则讲的 SDGs 的17大项的这个方向来去界定。你若是讲17个伤多你嘛会使去查讲联合国有这个良善治理good governance。中文甲伊翻做善治，真歹听，善治、良善治理 ，good governance， 伊若像6-7项吧，这个善治的指标，讲你若是有做有够就表示讲你的治理是一个良善的，是一个好的，你嘛会使将伊的当作是一个公共利益，也是公共性，伫咱现主时这个界定。上新的考试嘛有考到这个 DEI 嘛，其实你嘛会使甲伊看做是一个公共价值所以咧千万毋通家己北好死讲若考到公共性一定爱去背对一个学者的版本，无这个物件，你就是综合甲看起来，只要是咱现代人类社会来去追求的善。来去追求共同的利益，迄部分你安怎写拢会使啦。所以咧，你若是平淡背话咧，无要紧你就去看我拄则所建议的迄寡物件，嘛会使当作是咱现代社会治理的时代，咱安怎来去界定这个公共利益。好，若是选择对的部分，就是 Fredrickson 迄套小可甲看者，安尼就会使咱第一单元就安尼无物件。所以，干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 Rosenblum 安怎来去界定行政学，第二个就是公共性的定义的部分。这个公共性的定义咧，虽然讲伊伫新论题的部分嘛较罕伫咧出，但是你会记就是这个公共性是规个行政学的重点。所以，总是讲题目无出公共性，你咧写题的时阵，不管是啥物款的题目，其实你拢会使甲伊牵倒转来讲，透过包括人事的行政、财务的管理、公共的管理、组织的管理、政治等等总讲一句，咱一切行政拢是为着来提升咱的公共利益，所以你若会使主动甲伊写落安尼好，以上就是咱第一单元，真简单甲大家讲一下。咱过来要进入到第二单元，就是行政学的流变。哎哟，迄个单元就真重要，真重要就对啦。好，所以咱后一回咧。再来甲大家讲这个真重要的第二单元，叫做行政学的流变。咱第一单元行政学概论先甲大家讨论到这。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格平安，大赚钱，考试顺利。